我本身来讲，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因为这些争议，严格来讲，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都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16岁就开始修多杰雄登这个护法，那从我16岁到现在，我33岁了，从来也没有碰过任何的问题。每当我有问题，我都会就向他拜一下，还是向他请示一下，我的路都会走得非常的顺，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朋友当中也没有人向我说这个护法不好还是什么这都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凡人。如果你有一个人跟我说这是一个佛，你要修他的话，我本身没有能力去判断，他可能是仁波切说过很多次，就是有可能是一个很高级的邪灵，他是不怀好意的，可是他会化现成护法或是佛菩萨的形象来到你面前，出现在你的这个观想之中，然后就一开始就给你一些好的劝告，然后你就信以为真，你就以为他是真的是护法，你就跟他，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控制你，他就开始利用你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本身是一个凡夫，我没有这种能力去判断。我唯一能够判断，唯一能够做决定的，就是我看师父那个人，他是修多杰雄登护法，我看这个修多杰雄登护法的人，他是怎么样，他的起心动念，他的言行举止，他的生活起居，他每天24小时在做什么。就如果他修的这个是魔而不是佛菩萨的话，我跟着他10年，每天24小时。如果是魔的话，肯定会在10年里面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会有一些破绽，对，也有破绽了。因为在法座上是比较容易说的，如果你读了很多佛经，你在法座上你可以说出非常对说。可是，在你下了法座，你在人家背后没人看到的时候，你的这些起心动念呢，就可以判断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在落实佛法，还是你是着魔了。所以我看到仁波切24小时10年里面，他修的无外就是6度波罗蜜。第一布施，仁波切是非常非常慷慨的，对所有他见到的人，他的弟子也好，也是不认识的人也好，对他都非常就是对这个钱财或者是身边的东西都完全没有执着。如果这个东西这个钱给那个人能够帮到他的话，他就完全的就这样就给了出去，非常的慷慨。我相信其实这个护法肯定不是一个坏的护法，尤其是如果我们有查询他所有的那些背景跟资料，那我们都知道他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那我在外面其实碰到了一些障碍，尤其是当我要跟朋友去推荐这个护法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困难，尤其是因为这个禁令的造成的一些困惑。那好比说有时候因为我常常都进出医院，那我遇过很多个案，就是我去到医院的时候呢，某一个人就是那个人的血压开始掉下，就是一直慢慢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掉，一跳一跳的这样子的掉下来。那我就告诉他的家人说，你持诵这个护法。可是他家人就有点犹豫不决。就是事后呢，当我在问，就是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我说，其实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介绍我的这个护法，其实不是很争议性的吗？为什么你要叫我去实修呢？其实每一次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我就觉得很无力，然后我也觉得很难受，因为这个禁令其实本来某一些状况呢，可以变成一个好的转机，变成了反而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些迷失，造成了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为什么会坚信护法的主要原因就是，当他在降神的这个仪式的这个期间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呢，我觉得他不像我们所说的他是一个恶魔，他是一个很慈祥又有很智慧的一个长者，
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你怎样去孝顺你的父母，鼓励你去修行，鼓励你去持修对三宝的信念。通过这样的一个嘱咐，我不认为多杰雄灯护法呢是一个邪恶的一个护法。所以呢在外界所传说的一切种种对他不利的这些传说呢，我都不会轻易地相信。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嘱咐，通过他的帮忙呢，我可以就是用他所教下来的这些方法呢，去引导，好像我的父亲在临终前这样的安详的去度过，然后去帮助在身边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多杰雄灯的法门呢，是一个值得可以信赖、可以修行的一个法门。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一些因素。那我自己本身已经深深的体验到金甲一护法及多杰雄灯护法对我的帮助。那护法本身，根据我在网上阅读的一些资讯，金甲一护法它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们都是菩萨。而多杰雄灯护法，它本身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争议是外在的因素所造出来的，对我本身的并没有影响。而且很多高僧大德及大成就者，他们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都有再继续转世回来，他们本身主要的护法也是多杰雄灯护法。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去质疑这个菩萨本身的能量。当我14年前认识师父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禁令的，而且这个禁令它产生应该是在海外吧，不在马来西亚。所以我记得在14年前，师父传给我这个法门的时候，大家都是对这个护法都非常相信和虔诚的。而且在多年前，我曾经去过西藏3趟去朝圣。在2007年我第一趟去的时候，我去了拉萨，我去了拉萨的那个护法殿 Choti Kangsa， 我还去了塔什隆坡和尼摩kalche切，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朝圣的地方。当我去这些寺院的时候，里面的僧人修护法的僧人，我都觉得他们非常虔诚，非常的谦卑。当我去拜见寺院的时候，寺院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是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整齐，所以外界所传言的修护法的人都是非常凶狠伤害别人完全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而且当我去朝圣的时候，当中我很喜欢就是跟当地的乡亲父老谈话，很庆幸的我有机会去到一个大姐的家做客，然后大姐就是对我一个从马来西亚老远来的一个朝圣客去到西藏，他很好客，请我吃饭，而且还特地带我到他的护法殿去参拜、去上香。我觉得修护法的人，好像大姐这样的人非常多，非常和蔼可亲，完全不像外人所说的这么凶悍、残忍。当我修这个护法的时候，我也有听到外界的朋友还是我一些的朋友，他说。这个护法不好哦，这个护法是一个很凶恶的、很什么的，你去供奉他会对你有伤害。我问他你是哪里听来的？告诉我，假如是真的我要了解，我也要我自己的生命也怕危险嘛。后来他说，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你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我也听人家说这个护法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帮我。其实外面的人也是听来的，或者外面听到一些就是。在西藏了他们是政治上的问题有一些人是为了利益名利去破坏一些东西。这个护法是大慈大悲，我也告诉他，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这边他有多杰雄灯的这个书籍，你可以去看。这个护法已经350年了，他是保护这个宗喀巴大师和这个释迦牟尼佛。我说然后他这个护法。已经是修到一个护法佛，不求回报，只是付出。在我修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开始有一些困扰，因为我在网上陆续听到很多谣言，跟一些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这个是一个邪灵不可以修，然后会有危险。然后当时我想了一下，说，我的家人既然给护法
救了我们的命，然后帮了非常的多。然后也很多人说，因为是邪灵，然后你修了会怎么样？不好不好。不过我看见在佛教界的大的，比如浙江仁波切、宋仁波切，他们还是一样转世回来，再继续他们的佛法事业。所以这让我更加没有怀疑，更加肯定的，他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邪恶的魔。其实我在修行的时候，并没有发觉，就是其实外面的人对他有这么大的不好的印象。为什么就是说他是一个邪灵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可能我不是藏人吧，就我觉得对我没有影响，因为他从我开始念他第一句心咒到现在，他帮了我很多很多。如果他是邪灵，我想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我一定会坚持修下去。为什么呢？他现在那现在我的孩子也大了，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女儿也是在也在念书，她一有时间呢，她也会就是去做一些善事啊这样子的东西。我有很多朋友有问题，事业上也好，婚姻上也好，就是真的躺在病床的也好，小孩到老人家，我都有为他们祈福，然后多谢熊灯从来没有给我失望过。我也看过说很多就是负面的，很多人也说这护法是怎样是不好的，是邪灵啊、妖魔啊之类的。但是我也有到网上去看过，也开始就是多了解多谢熊灯护法是何方神圣。那么当然并不是外界所讲的那样，我也知道他说他是一位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么事实上外界所讲的和我个人所经历的其实是两回事，所以我是不会去相信外界所讲的那样，我只会就是坚守我的这个持修法門。那麼我希望利益到我家人，然後我也可以利益到其他人。其實我有兩邊我都有睇，好同埋唔好，咁樣我自己再深入了解分析，因為我睇到好多嗰啲德高望重嗰啲喇嘛，係例如嗰啲松仁波切、住藏仁波切、拎仁波切呢啲，平時我都會喺 Kachara 睇到嘅一啲大師，咁樣我就喺度睇，佢哋都已經係有修練，而且佢哋一個一個咁樣又轉世翻嚟咗，咁樣我覺得呢個冇問題嘅喎。如果佢係一個邪靈嘅話咧，佢根本冇辦法轉世翻嚟再去弘法。其實都係講翻轉頭啦，即係我哋係講 lineage 啊嘛。咁樣我睇好多嗰啲上師，佢哋都有修練㗎，而且佢哋不斷咁樣公益利益大家，佢哋起廟啊、照顧啲佛堂啊，全部都做得好好，好有成就啊。咁樣如果佢哋係一個邪靈嘅話，絕對佢哋應該會做一啲好奇怪嘅嘢咯，而唔會係做咁多有成績嘅嘢出嚟咯。而且我有喺外國，我都有遇見一啲有修呢個法門嘅一啲朋友，咁樣佢哋咧帶俾我都好正面嘅一啲思想，同埋一啲好好嘅信息，所以我唔覺得佢係有咩問題嘅。而且好多中傷呢個多杰紅燈嘅一啲朋友咧，佢哋都係冇證據，佢只係針對性咁樣講佢係邪靈，咁樣佢完全冇一啲資料啊。有啲 information 俾大家係冇嘅，所以佢哋係說服唔到你。係，佢哋完全說服唔到我。自己本身是覺得說，如果格魯派的高僧都會修這護法的法門的話，就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智藏仁波切、拎仁波切，還有宋仁波切都有修行多杰熊燈的護法，而且自己本身也看到說護法怎樣的幫助到自己，所以我覺得說這護法一定是個是個真正的護法，不是個邪靈。因為如果真的是邪靈的話，格魯派的高僧也不會說要做這個法門，也不會說教其他的人說這個法門的好處，還有怎麼做這個法門的
念诵咒语之类的。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呢，我来到克恰拉佛教中心的时候，来参加一场占图古仁波切的开示的时候，那他曾经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那他就说，身为佛教徒，第一件事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批评别人的宗教。那原因是在于不同的宗教是适合不同的人。来带领他们去到同一个终点。那每个人其实都想追求的是快乐嘛，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批评别人的方式，因为那个方式可能对那个人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其实深深的记住这句话。那来到了这个纠纷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因为这一个修持对我本身来说非常非常有利，非常能够帮助到我。那我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还有包括我心灵上的那个帮助。就是每次走到绝路的时候，就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总是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的就觉得世界怎么那么悲观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修持法对我还有我身边的人都很有帮助。那这一个点对我来说就够了。所以这些纷争、这些纠纷等等，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其实我在网上呢都有，就这几年来我都有在追这些新闻，就是负面啊、正面的也好。然后其实最大的发现呢，就是我亲自有到南印度去，然后我有在商店上看到一些告示牌，就是说熊灯护法的修持者呢，并不能进入某些商店。还有一些老僧人，他因为他是熊灯修持者而被驱逐。这些种种的现象呢，都让我感到非常的心痛。至于政治呢，我并不了解，我也不愿多说。而且我觉得宗教与政治这两个东西都不能相提并论。而我对多杰熊灯的修持法呢的信心不会因为这些而减，反而是增加。因为作为一位佛法修行者，我们要修的是慈悲。这些现象是并不慈悲的做法。其实对我没有影响的。我的看法就是说，第一点，既然有这么多人在修这个法门，也能够利益到他们，也可以帮助到他们。比如说我在网上的资料发现到有很多的高僧大德的喇嘛们，他们都是弘扬这个这个护法法门的，但是他们可以重新下一世又再来到这个人间，又在弘扬这个佛法跟护法法门。如果你说他们是修持邪灵法门，没有，他们没有堕入三恶道啊，这是其中一个逻辑，我推断的。第二点呢，就是我本身亲身的感受到这种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了，他帮到我那种利益，而且也可以让我介绍给朋友，帮助到别人，所以这种亲身的感受是非常的实在的。那么你说他不能修持啊，或者是他是邪灵啊？我根本都不用去想了这些东西。其实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来的，我如果感受得到他能够帮助到我，我就相信他，就是这么简单。